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会前的祷告，所以请大家能够安静的入座。那也记得把我们的手机关成震动，或者是调成静音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。那我们一起来默祷、比斗。那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主日，所以可能会有国语跟台语一起交叉来进行。那我们现在来念宣调，宣召来啊！咱就向耶和华唱歌，向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就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。赢过拢总的上帝，今马请敬拜团来欧露。那赞美的是大山为我挪开，以及荣耀、荣耀、荣耀。让我们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对，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，也可以随时的坐下。那我们用诗歌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。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信实的，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。让我们使用诗歌来向他歌唱。虽然道路崎岖，虽然道路崎岖。
虽然道路崎岖，很难险阻。如果他是哪一位？献给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那一位信实的，他也是那位大有能力的。让我们持续用诗歌来高举我们主的名，因为他是那一位习在、今在、永在，他是那一位全能的，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他也配得我们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颂赞。我们使用这首歌来敬拜他，来将我们的所有荣耀都归给他，安静我们的心。来预备全新的敬拜，因为他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。这时代要全心的敬拜，坐在宝座上天能的神。这时代要诚心呈现你作为宝具，你生命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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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于你。昔在，今在。昔在，今在，永在的神，天地都敬拜你。
颂高主你的名，永远依靠你，荣耀归给他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荣耀归给他，荣耀。归于你，实在、精彩、永在的神，全地都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。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实在精彩，永在的神，全地都敬拜你。我们依靠他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唱诗歌颂你大能，你就这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再一次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做主。永在的神，全地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神。永在的神。
敬拜他，因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耀。让我们持续站立。信用告白，请用书头圣经来告白咱的信用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年内受苦，定时期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就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信同的相通，罪会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课英文记载伫旧圣经第10日，我来刻，恁来印。上帝是阮投闪的所在，甲气力。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其中的水虽然化好也用。有一条河，伊会开车，互上帝城欢喜。上帝伫遐中间，城的确袂摇动。会帮画好，列国摇动。万军的摇花，甲阮伫地。来啊，来看摇花的所在。伊互交战线，到伫地基，斩断枪，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摇花，甲阮伫地。即马。三个阿头来祈祷，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到你的殿中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可能有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可能在工作上有不如意，在身体上有一些病痛，但我们都相信主你。这一切都有主你的带领以及安排，主啊，甚至我们在我们社会当中有一些角落，像是花东地区，仍然遭受着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所带来的困苦，但我们相信神，你都能带领着我们，与我们一同同在，让我们平安的度过每一次的危机。也感谢主你，如果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是如此的平安，更应该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，这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赞美你，也谢谢主你，求你持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位以及没有来的人，持续保守以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。感谢你，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赞美棒中团来为我们赞美。那赞美的歌曲是拜上帝的拜上帝囝儿甲摇婴仔歌。
好，我们谢谢棒中团的表演，那大家给他们鼓励一下，我觉得表演得很好，很厉害。好，接着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信经，约书亚記第1章第7到第9節。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第1章第7節，獨獨你著勇敢，大大壯大，即守我的路僕摩西所命令伊一切律法來行伊，毋通離開來偏左偏右，互你無論倒落去，攏得到亨通。即個律法的冊毋通離開你的喙，得較沉迷你像伊。互你即手來行，即個冊內所記載一切話，安尼就會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着大亨通。我減無命令你嗎？你着勇敢壯大，袂得驚也袂得亂，因為你無論倒落去，也互我你的上帝甲你支持。今嘛來證道，那我們請蔡崇義長老。那證道的題目是職場的約書亞。那我們請蔡長老來為我們證道。你們這平安，向他告訴你隔壁，用我們的心平安，讓上帝平安永遠在你們身上。今天在我們一起做禮拜，我非常的高興，因為我們有從緬甸來的兄姐，我們緬甸的姐妹黃星宇姐妹，請你站起來好不好？給我們看一下啊，來請坐。他在這裡可能他的親人比較少，但是不要忘記，這個就是一個大家庭，每個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。有任何困難，有任何的要傾訴，有任何，我們都可以在一起，我們是一家人，請你不要忘記。我今天來的時候遇到那個賴樹東長老，對不起啊，因為他聽不懂台語。賴樹東長老他講一句話，其實我心理上有所感觸。他是板橋教會很資深的長老，但是他來我們教會，因為他說很多他的朋友都在我們教會，我們都在跟時間賽跑，見過一次面可能就少一次，所以他希望他來這裡跟我們一起敬拜上。就像那個徐寶超長老娘，當時為了照顧徐寶超長老，可能沒辦法來禮拜，恐怕小弟兄娘期待當給他參加聚會，一切人跟歸有兄弟，這是一個真大、真好、非常好的消息，因為我們都在一起。今天是青年主日，青年主日，我在想說青年主日用什麼？有什麼話會當給大家參加來分享？結果就腦中一直浮現一個人，哪一個人？約書亞。約書亞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跟着摩西，他的跟着摩西，各位可以想象到一個情況。當時以色列人是從雅各搬到埃及，雅各的家族搬到埃及，沒想到發展了好多人，發展的將近200萬個人，所以埃及才300萬人，其中有一半就是雅各這個家族所發展出來的，講到深的對了哈。然後他們是做苦工，也就是說他要帶他們出埃及。如果說他們從出埃及到迦南地，其實2天而已。可是因為他們出埃及的時候，經過紅海這麼大的一個奇蹟，以色列人有沒有滿足？沒有滿足啊！開始埋怨沒有水呀，沒有東西呀，埋怨東埋怨西，埋怨是我們最會埋怨的。尤其我們當子女的人最會埋怨的，我們到職場最會埋怨的。所以上帝又給他們流浪了38年，讓他們在那邊真正完全心向着主耶穌，心向着上帝。這是一個職場上我們應該警惕的。我們再看職場上的約書亞，我們從約書亞裡面來學習管理。這個對管理階層來講，我們當中有很多當老闆的，有很多當老闆的，有上市公司的老闆，有做生意的老闆，還有我們家是我太太當老闆。我們在座有很多的老闆，不信的話，你們看鳳珠姐，今天你看鳳珠姐，伊今日穿聚會特別水，一定到嘛做頭家。當老闆的人在職場裡面，
我们有很多当老板的人，你看玉玲自己还不是当老板，但是当老板不见得轻松哦。当大企业家、当主管也不见得轻松哦。他怎么去做呢？他是从小就一直跟随着摩西，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完全跟在摩西旁边。人家在发牢骚，他有没有发牢骚？没有，他完全跟在摩西旁边，亦步亦趋的学习。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特别讲说，摩西的帮手少年的约书亚。但是我们在看那个民数记的时候，有特别讲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做摩西的帮手。不要小看你年轻不要认为你年轻我年纪才几岁，我就是个上市公司董事长。上帝要你做，你就去做，不要怕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上，如果你要经营一个事业，真的都不要怕。我们所看第二个是亦步亦趋，约书亚跟摩西学习，不是今天去，那明天就不要理他，那后天再来学习，他是亦步亦趋的。甚至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，他跟着他去。当然，圣经的记载没有说那耶稣有到西乃山上面去领受十诫，但是最起码我们会看到耶稣一直跟摩西跟到最近的地方，完全学习摩西的样式。这可想象一个情景，那个情景就是他们当时做奴隶也没有学过任何打仗呢。就像我们今天在敬拜赞美，各位有没有发觉到我们的敬拜赞美团越唱让我们越感动？不管所有的乐器，不管是领唱者，有没有？他们都经过训练呢，跟他拍个手。他们留下时间来训练呢。当你们回家的时候，他们还这边接受训练，为什么？我们要亦步亦趋的接受训练，用最好的献给上帝。我们一定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。你不要小看棒中团，少一个音，你听得出来吗？你听得出来？怎么突然少一个音？我们今天棒中团还是个奇迹耶，那一张纸不见了呢，指挥棒也不见了呢，连里面的字没有啊！你以为他们唱歌有看字？没有，你们有看到字，他们都没有看到字，他们就唱给你们听你们还不拍手啊？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。一个音一个音敲这个叫做合作，这叫家庭。家庭不是谁比较厉害哇！今天喜欢唱足够迄落足当足够啦，唱歌你家己唱好不好？还是要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各尽其职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他的本分，各尽我们的职分呢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才能在上帝面前都呈现出来。你只有一个音，但是上帝所看重的是全部团队的服侍。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说我最会唱，我来唱就好。上帝不见得喜欢你可上帝喜欢什么？大家一起唱。不管乐器，不管各方面，大家一起来赞美主，这最美丽的声音。所以，幸福再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大家庭你要认同我们的大家庭，每个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。但是我们比较老了，我们三个人是同年龄的陈长老娘、郑长老娘跟我们三个是同年龄的，那较老了刚年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在这里真的一定要学习什么？亦步亦趋的学习。你当老板的也一样啊！你看当时以利沙战胜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以利亚战胜所有这巴力的先知400多个人，他完全赢了之后，亚西别那个皇后要杀他。你看以利亚做什么事情？本来很有信心的人要杀他，跑走了。跑走了以后，他为什么跑走？因为他想说，我本来赢了，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赞美，没想到人家还要杀我，皇后还要杀我，跑走了。所以上帝在那段时间又用以利沙叫他收门徒，训练另外一个先知，然后将灵加倍给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：没有一个人比较好，没有谁比较行，没有人比较强，一切荣耀归给上帝。这个我来做才可以啊！这个你怎么可以？我教会赞美我来唱才可以啊！这个诗会我最行，没有谁最行。上帝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那就是上帝所喜欢的。你说我不会敲棒钟，敲一个人总是会吧？
敲错了，上帝就喜欢听错的那个音。为什么？看心呐、看你的心呢？你是不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在上帝的面前？所以以利亚跑走的时候，上帝叫以利亚再找一个他的门徒以利沙，以利沙的灵加倍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看到什么？当初破坏基督徒的扫罗改成保罗，开始出来传教。如果没有保罗出来传教，今天我们得不到福音呐、保罗传教以后啊，他之后提摩太，他称他什么？我的儿子提摩太是信仰的儿子。一代的传承，一代传一代。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代传一代。所以圣经里面诗篇告诉我们：我要知道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情在你的身上，劝诫你。你今天经营一个公司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只要你定情在主耶稣，主耶稣会指导你的路。你说在我信主以后就一帆风顺，绝对不要遭受任何困难，不会，还是会。可是有人当你的依靠，有人做你的挖客了，有人当你的依靠，你不要害怕。只要有主耶稣在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就像我们一听到姚冲雄长老现在复兴医院听说肺现在已经降下来，刚开始说连呼吸都没办法呼吸，那郑伯文长老一直贴给我们文章说我们现在啊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其实我都一直在祷告。他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信仰前辈。看到能够几退休扣八退当休扣，我们看到一个肢体里面在住院，心里是痛啊。你说没关系，这个再怎么样，反正我们有永生，可是还是痛啊。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的我们在一起的交往啊，多高兴！上个礼拜因为我们小猴子的关系，我说我也去关渡公园呢。听说去关渡公园哦的人哦，感觉上每个都像17、18岁，所以还好阿 Kim 你没去，否则他们就把年纪就拉长了。不过看他们这样，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样，一个家庭这样出游，感觉到只有一个字：甜蜜。甜蜜的出游，你看照回来的照片哦，没有人哭呢。哎呀，去关渡没有人哭了哈。标注这你没考哈，哦你没考，好高兴，大家都是展露了笑，这就是一个家庭啊，一个家庭的告诉你什么？我们在任何的职场，不管你当什么大老板，你要相信上帝的话。花莲有一个叫利川渔船，他的老板叫蔡之峰，不是我们布袋菜哈，蔡之峰。那么现在当我有拿金，有没有显金等等的？哇，他称他为水中的麻辣。显精哦，他发展出显精以后，本来帮台糖代工，帮那个百乐士代工之后，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，他做得非常好。他接着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玛拿，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给他们吃玛拿。我现在把显精提炼出来，给我们台湾的人吃玛拿。我们还有一个，这个名字叫胡宗阳，哎，你们觉得很熟？胡宗信呢，就是他的兄弟啊，胡茂生牧师的儿子。他在台湾里面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豪雅官学，他是一个领头羊，是一个外国公司，他做得很好。他经常在鼓励员工的时候都讲一句：不要害怕，耶稣5饼2鱼啊，让5000个人吃饱啊，我们就去做。我们也可以让5000个人吃饱，我们可以让我们事业得到大大的成功。所以，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怎么样，刚强，大大赚胆。你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不要怕，大大赚胆。只要谨守上帝所吩咐你的话，上帝吩咐我们什么话？上帝叫我们怎么去做？叫我们要虔诚。叫我们要谦卑，叫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你的神。哦，尽心尽力做什么？爱你的邻舍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兄姐。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分大小哈，没有谁，这个教会也没有谁比较老比较年轻，有什么好比较？你100岁，在上帝眼中还不是小孩子？我们这种年龄的90几岁的还不是小孩，对不对？那3个年嘛，
不管怎么说啊，在上帝面前没有大小，没有小，没有高位官低，没有什么钱多钱少，在上帝面前都一样。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神所造最可爱的产物，所以上帝告诉你，无论你哪里去都可以顺利，只要你谨守上帝的话。我再强调一次哈，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只要谨守上帝的吩咐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所教导你的一些话语，你所做的事情一定顺利。最后跟各位讲一个人，这是我们嘉义人，加强电子总裁张关照，总经理张仁正，张仁就是我们那个家中南门教会的长老，前面那2个也都是教会的长老。他做的音响是从小音响到大音响，所有手提的各种音响都是他们公司的出产，公司出产很多的产品，他最后再跟员工特别都讲说，万事互相效力。我们说奉献一个麦克风，所以他各个教会，如果你需要去跟他教，他就奉献你一组麦克风。我们教会自己买就好，我们还有这个能力。可他就是他弱小的教会，他会看弱小教会，你们可能没有麦克风，你们可能要去卖赞美，你没有麦克风，我就奉献给你，手提的也好，高级的音响也好。他认为上帝给他今天之所以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他就为这些教会来付出。他不分教派。要是弱小教会，你跟他讲，他就会给你。然后还有一间教会，在座各位有没有进去过101教会？101教会租金1个月上百万，1年就要上千万的租金。这间教会里面都是你所看到的基督徒的名人，大概都在这间教会。但是我这个没有去求证哈，因为很多人说叫我去，蔡某某来这间教会礼拜，我说这个教会不需要我真的不太想到这种教会。为什么？程度太高，人的程度太高，可是神的程度有没有高呢？我喜欢到神的程度高的，不喜欢到人的程度高的。这个教会里面门径很深远呢，你要有认识的人带才可以带进教会。因为什么？里面好多大企业家，怕大家有所企图。做礼拜还有企图有什么好企图？那做礼拜就做礼拜啊！你比我有钱，你每天吃山珍海味，我告诉你，路边摊的大米我们台南的蛋仔面最好吃啦，卤肉饭最好吃啦。我见得你那个鲍鱼是比较好吃，我还是想念我的卤肉饭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记住，就像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教会其实创立了很多，我们看到的那个金生长老，今天知识今天没有来，他创立的这些企业里面，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。然后他永远做一件事情，永远做的事业里面都要让人家知道他是个基督徒。他这是基督徒，而且永远的基督徒，在基典会里面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有神跟他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彩云节，今天他可能又到别的教会去，因为他们现在刚好基典会在各教会里面去做牧管宣扬的工作。他可以这么疼彩云节，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遇到太太这个样子，大概就离开。但是我可以跟我太太讲，我不会离开哈。如果我这个样子，你就离开好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在创业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真的要知道，你看我们的育龄的德仁企业，从一个在我们2楼，而且一般的人如果想说这是我的企业里面我布置了很多，你不要跟我打乱掉就当反正讲一件事情，我都布置好了。你如果教会礼拜天我们礼拜天没有营业嘛，要用就让我们用。他布置得很漂亮，2楼布置得很好，然后让我们用，也没有跟我们要。如果我们用跟我们要水钱、电钱、卫生纸的钱，那怎么？上帝祝福他。我相信育龄在创业的过程，付出江湖，有没有遇到困难？没有才怪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上帝永远跟你们同在。我们在座还有很多的企业家在创立了很多的企业，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上帝与你同在，这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要讲一个真真正正的，为了上帝的工作，他真的像公司，你们看公司里面，他的公司前面他就有一段话是出埃及记的，他说：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照观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就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，日间
有一个在云柱中引导他们，夜间有光柱在引导着他们，引导着他们的路。我在想说，上帝也很好玩吼，其实上帝领的路是错的呢，给他们多绕了38年呢。为什么？训练他们。有时候上帝会训练我们呢。摩西40岁的时候年轻力壮，英勇威武啊，上帝有没有用他？没有呢。过了40年，摩西已经非常谦卑了。上帝在荆棘中出现，摩西，我要用你。说我不行啦，我连讲话我都不行。40年前是谁敢欺负我，就打死你。40年以后80岁了，我不行嘞。上帝说，我就是要用你。上帝就是要用你自己觉得不行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我很行，拜托啊，抱歉，上帝可能不会用你。弹琴谁比我弹得好？我得到的是国家的音乐奖哎。来这里试琴，太小 case 了吧？你看不起我吧？我告诉你，来这里试琴是上帝最看得起的。你在国家音乐厅演奏有什么大不了？在这里试琴是上帝看得最好的。国家音乐厅演奏不每一次演奏，我就会收到一些贵宾，叫做贵宾券，不要钱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听过一次。我要的话，我自己买钱去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拿那个贵宾券？做什么？那个不重要。所以他写的是什么？他在他的公司里面，他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穆德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汪光夏，而且他有礼拜天有时间就去做见证。他告诉他们，他说我的员工就像是我的小羊，是上帝交给我的小羊，我要好好的喂养他们。所以他的员工非常的好他的公司的入口处是写了一段话，这写一段话说：耶和华保护你，他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灾害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跟你同在。这句话我要跟各位讲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无论你往何处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永远跟你同在。心仪听到没有？不要害怕，纵然你是从缅甸过来，台湾可能你认识的人不多，但是你认识上帝够了，因为我们都属于上帝的子民。你出你入，上帝都与你同在，这就职场上的约书亚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，你可能不是一家都当老板啊，你在职场上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怎么样？他就在旁边一直学习摩西怎么领导，因为他当奴隶耶，不会打仗啊，不会做事情啊，对他们来讲什么都很困难呢。可他学习摩西，摩西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一直学习摩西。虽然摩西一直跟上帝讲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就跟上帝讲我不行的人，那个人非常有智慧，上帝给他很多的能力，很多的恩赐，可是他还是很谦虚，他就在旁边跟着他学习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情，甚至摩西上山要听上帝讲话，去是个长老跟着去，他也就赶快跟着去，跟在旁边，直到没办法到最山顶，他就在那边仰望着摩西跟上帝的讲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习的态度，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很累，可是你就是认真的去学习。我现在已经敢讲这句话了，以前我可能讲的话，你会说你蔡宗义你很骄傲。我从出社会以后，在嘉义县政府、嘉义土地银行，然后进入司法界。那时候我都秉持一个原则，学长们，我是四处拿着卷宗去请教学长。如果现在的法官不会啊，现在的法官一出来的话，天下无敌。可我总觉得说这个我不会办啊，问人家比较快嘛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叫做叫什么司法独立，什么都完全不能去碰，连问都不能问，所以的法官怎么判呢？高兴你怎么乱判？没关系，在上诉2审，在上诉3审，还有宪法院，等你真的被判无罪10年了，脱了一层皮。所以我现在的总统，现在我已经跟他联络不到了。你不要以为我跟赖总统很好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交集了。所以我还在考虑5·20年要不要去台南，为了吃那一顿哦。听说姐姐刚给我想讲有八样的菜是台南的特产，多好吃。可是我不能带我太太，我都觉得我去吃，
哎，万一我去，我包回来给你好了。但怎么说，我们一再告诉他，司法改革并不难，你要让这些法官有良心，案子不要那么多，让他很认真的办案，之后就不要那个后斗形嘛，就像中年人的肚子大大的干什么？应该是金字塔形，一审判断以后，除非有很大错误，就决定了。有很大错误，你另外设一个机构去做再审的工作，那这个听得下吗？其实赖总统听得下，问题是蔡总统听不下。我就讲白的，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又要跟他碰面了。现在他说要碰面，我说可以跟他讲话了。他当总统还没选以前，我根本连讲话都不跟他讲话。为什么？不够资格啦，你找别人。那最近5月10号，我就可能跟他一起吃饭。但怎么说，你要学习这些信仰的长辈们的脚步，你看他们怎么做，我这一辈子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你们可能听我讲了好几次，我还是要重新讲一次。我很感谢我的妈妈，我发烧21天，我妈妈只求上帝，我问阿姨好的好，让我好就好。我只要能够好起来，头脑好不好都不重要。所以我从国小成绩都是这样，国中，我们叫初中啊，也考这样。当我考上嘉义高中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完全不相信，然后我还去，以前都还去练嘉义的时候，还去偷那个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以前糖厂都有小火车，啊，它有个好处，它就看我们这种穷小孩哈，我们都不必买票。这讲好像不太对哦。然后火车慢慢开的时候，我们在火车旁边就这样跑，那就这样跑上去啊，快到站那个嘉义火车站就赶快跳下来，然后从那个旁边去。他们都知道，可他们不会查我们的票。纵然他们在查票看到我们，也当作没看到。以前的人好有爱心的感觉，可是现在好像觉得不太对，有点偷跑票，所以我对台铁特别好，当初还捐给他一笔钱。那时候怎么说？我以前经常跟你们偷跑票，哎呀，个公益奖的代志，大家嘛拢安尼做。但不管如何，就这样长大。我讲我考大学的时候，我爸只问我说，考上公立的还是私立的？公立的好，那你可以念。我从来没有补过习。我爸爸看到我大学的时代里面，我全部在教会，所以今天看到我们法商学院变得这么多，我看到我们的新力住的也是河江街嘛。以前我是河江街的老鸟，法商学院就在河江街，像幼稚园一样，从这边走到那边的话，1分钟而已，就走到建国北路了，从河江走到建国北路，1分钟一下就出去了。那我这边是体育馆，现在已经要改建了哦。听说还有一风风波的，不管我们不要讲那么多，反正这个要改建的。今天我太太还问我说：“这个要改建，变成那个捷运共构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对我们教会是好的啊。以后我们教会啊，最起码来做礼拜方便啊，做捷运就好啊。问题停车啊，说真的，停车那边50块，这边应该是40块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停车也比较方便嘛，这都是好的。学习这些方式，在我一辈子之中，其实。”我不管在任何一个单位，我都遭受很大的打击。当我在基隆地方当院长的时候，是我人生最苦的那一段时间。民国100年，我的身体几乎那时候长庚的院长叫陈文俊哈，现在是长庚整个总医院的总管理，就对最大的。他跟我非常好，他一直好紧张，召集整个医疗团队，包括林口都招来。他帮我大手术完之后。我笑一笑，问他说：“奇怪，你都不会紧张，一直在笑，哪有人进入那个手术室里面还在笑，还劝护理长，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了，不要那么紧张，一下就好了。”那护理长说：“蔡院长，哪有人要手术还在那边笑？”我说：“你要那我哭给你看好不好？8点推进去，出来也是8点了，晚上而已。8点推到里面，出来已经是8点了。”可其实我不知道了，因为我醒来已经半夜了哈。那时候陈文俊就跟我讲：“蔡院长，如果你能够活5年，就是要感谢你们的上帝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的上帝才
棺材装的是死人，棺材堆死人，而不是堆老人啊。5年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每天可以看到你，10年以后还会看到你。他今天10年以后，我真的还看到他。有什么好怕？生命就在上帝哎，就像那个郑长老人经常讲一件事情，意思是说他得到癌症，全身都是癌。我讲这个对他可能是不礼貌，可他一点都不紧张啊。生命交给上帝，上帝给我的日子能够来给我做礼拜就是恩典。如果万一上帝找我去，那我就走而已啊。这个都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要接受赋予我们挑战的任务。他给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？立非定战力。你们想想看，过红海，那是很大的奇迹，对不对？出去之后遇到亚玛力人，要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不给他进来啊，要打他们啊。你想想看，以色列人会打仗吗？不会呢，奴隶呢。摩西从小那个约书亚就跟在摩西旁边，摩西说：“你去带兵打仗，我去山上祷告。”摩西如果要我的话，我一定跟他讲说：“我又不会打仗，找我打仗，开玩笑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”他以前又带他下来，摩西叫他自己去选官兵，你去打仗，打了1天1夜。摩西手举高，他们就打赢；手放下来，他们就输了。所以亚伦跟户尔就拉着他的手，把他举高。有没有打赢？赢了第二次战争就这样赢了。打赢的那些人是谁？没有一个战士，没有一个会打仗的人，搞不好一辈子没有拿过刀子的，拿过锄头做工有没有拿过刀子？结果他赢了，为什么？依靠上帝。约书亚就是完全的依靠上帝，所以摩西要去打仗，他就去打仗。我们如果在职场里面，经常老板会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。上个礼拜的统计，算是秘密好了。其实我们应该公开，可是不敢公开啊。我的办案量，我只讲一个概括数字，好，将近200件，都多大案子？有人办的是20件，同样的监察委员。当了3年半，有的人办20件，但是所有的巡查活动，不管在阿里山，不管在日月潭，不管在武林农场，不管在台东，不管在花莲，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，因为他很忙着在视察。我从来没有出去视察，为什么？我实在太忙了，没有那个时间。我如果白天不把工作做好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道理，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说蔡某某永远是狗叫啊，孤鸟。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去玩呐、不要去玩了。他们就讲说不要讲，去巡查。尤其武林农场樱花一开，他们就去巡查。刚去阿里山巡查完3天，我就问他们阿里山樱花开得不一样。我们不是去玩的，我们去巡查。所以难怪立法院现在对监察院讨厌的要死，一直要把我们废掉。那我都举双手赞成，废掉监察院好了，你废不掉。但相对的。你单个职业是什么？你要在职训练，最后面对职场是什么？最大的挑战是霸凌，会吗？我100年那时候刚大手术，其实我活得多久都还不知道，就要开一个国际研讨会。那国际研讨会有好多国人来参加，外国人来参加，是唯一办过1次的研讨会，唯一的1次哦。某个大官希望在高雄办，另外一个大官希望在基隆办，因为他说基隆是司法法院。结果那个高雄那个本来指定高雄办，高雄那个院长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蔡院长，你能不能来办啊？你接手来办。”我不会办了，办不了啊。但是不要讲说我叫你说的呢，所以我还要他希望我推给我办，我还要去跟司法院讲说我愿意办，好像我自己喜欢的。其实我怎么会愿意办？我刚手术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连修养都没有。我还手术叫我这边2个管叫我把它拔掉，因为我要赶快准备筹备那个整个研讨会。所以我那些庭长法官们，我那些人看到我都说：“院长，你最近气色很差呢。”我都不好意思讲，当然很差。刚大手术出来，整个脸都是白的啊。可是我们办成功了啊。办成功，另外那个大官非常的不高兴，所以我当初
我在基隆地方法院曾经来这里讲到过嘛，那时候青年的那个礼拜四在下午，我是被逼回去台南呢。我今天在这里讲，要录音的话就把它传出去。我是被逼回去台南，是那个人逼我回去，然后还叫那边的院长把我办公室放在厕所旁边。我再强调一次啊，我回去台南的办公室在厕所旁边，只要你不必进去，你在门口就可以闻到味道。然后还去跟他报，你看我把蔡崇义安排在厕所旁边，还照相。我只能讲结果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那个罗马书12章19节说，不要自己生念但凭主怒，因为声音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2个大官，一个退休，本来要当司法院的副院长，结果因为抄袭下台，抄袭谁的？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，抄袭基隆地方法院我写的，3个月就再见。另外一个也一样，也是3个月就再见。另外一个可以当到最高法院的院长，结果就我当监察委员就把他抓下来，所以他也再见。我在讲不是报复的问题，我不会去报复，因为我们不是艺人呐，我们也没有做的比谁好，但是真的不要用嫉妒的心理去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你们当主管的人记住哈，不要霸凌人家。什么叫霸凌？我有写说语言霸凌啊、性骚扰、霸凌肢体暴力、心理霸凌。我所讲的最起码是语言的暴力。最近有个高阶警官被抓，有没有刑事局的警政监被抓？听说他跟部属讲话都是用骂的。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呐！遇到治安不公的时候，信长长辈检讨会跟你讲一段话：各位亲爱的，不要自己伸冤呐，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，因为经常就生命记说，记得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然后有人就问我说：“蔡某某，那你经常跟我讲这个，叫我忍耐，可是就是没有遭到报应啊！你没有发觉到我一直在忍耐啊，我看不到尽头啊，他还是对我一直在欺负啊，一直在霸凌啊。”各位不要忘记，这段经文的前面是这样讲，讲什么？你不要自以为聪明，最重要追求众人的和睦。这些东西你去做，其他的交给上帝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，听到什么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啊！我们觉得说那些人你觉得很坏的人，怎么都活得比较久？这个人你觉得很好的人，怎么生命都不长？有没有？这种感觉，大家尤其在教会，很多人这种感觉哦。但是不要忘记哈，其实我经常想到这句话：你真的比较好吗？所以我们就经常听到一句话：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你有没有想到圣经怎么讲？没有一人能一个没有，你在说他不好，你难道比他好吗？然后我比他好一点呢，那还是不好啊。你好一点点还是不好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事情，我在想说上帝都有他的旨意，我们都不是那么好的人，但是我们最起码比他好一点点，信仰好一点点。所以面对霸凌的基督徒，我劝你们要什么？第一，你要勇气去处理啊。你一次忍，2次忍，3次的时候就要跟他讲，你不要对我这个样子，因为现在职场霸凌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。就在监察院，如果听到有霸凌事件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启动调查。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没有所谓的权势霸凌，我当大官你就要听我的，动不动就用3字经在骂人。今天被抓那个警政监，我已经立案在调查，最后去找他们下面一些人，他当高阶警察没有错，可是他开会啊，办什么案件？先3字经，你妹妹很骂人啊。所以听说他被抓以后，那些很多警察他拍手，还讲一件事情，应该追加他2件事情，一个叫公然侮辱，一个叫恐吓。我说奇怪，怎么叫公然侮辱恐吓？有啊，他经常当着我们的面侮辱我们，不是公然侮辱吗？叫我们说如果不好好办，就要把我们调走，那不是恐吓吗？那当然是职场。第二个，用爱防止霸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语言暴戾一生怒气啊，回答柔和。柔一点，我相信任何人，包括那我在当院长那个霸凌我的大官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也很怕我，因为司法院长对我非常的好啊，叫我说你去哪里就随便你呀。可是他就是叫我要回去台南，要我的办公室在厕所旁边，
然后才表示说他很够力。有什么好够力？3个月就再见了，连副园长也当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蔡总统问我说这个人好不好，我就回答说我不知道不要问我，问别人。蔡总统那我知道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也没有说他不好哦。就像我们在批评牧师，经常你去问这教这个牧师好不好？你别给他问啦，你问别人，就差不多这样了。所以我们相对的，另外一个也是一样，他跟蔡英文是同学，他认为说100%他会连任，而且是基督徒哦，100%会连任监委。但是非常的不好啦，真的是基督徒哦。我们在监察院一听到基督徒，大家讨论摸那修，好凶好坏，连坐在他旁边都不行。那个调查坐在旁边，你凭什么资格坐在我旁边？滚到一边去！这人也没有连任监委，也这样讲也不太好意思了，也没有多久就再见了啊？有没有到天堂我不知道啊，就再见。所以第3个，我们要饶恕霸凌我们的人。困难不困难？困难啊！耶稣十架7言，第一句是做什么？悲啊！下面因云说嘴，因不在饶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后来其实讲说，你的生活就是宣扬福音，在你的职场上，你应该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。最起码我在监察院，人家都知道，基督徒好像没有那么差。很多监委开始出来承认，我也是基督徒。以前都没有人敢讲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都是很凶的代名词。现在已经有很多监委讲，我也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上个礼拜不是讲过说，我们连吃饭都可以祷告了。以前的开玩笑怎么可能？所以相对的，我们所看到这些英雄里面的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告诉各位要勇敢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就像我们在今天的金句里面，约书亚书第1章第9节讲的：你想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，无得惊，无得论，不论你到位去，耶和华上帝即刻给你上到底的。最后，我要一个亚当的故事来跟各位做结束。亚当在一家公司，老板对他非常不好，他经常回去就跟他太太 complain。他太太教会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说你要忍耐，回答柔和。你对他，他说我对他是极尽忍耐，我对他回答也很柔和，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啦。太太，我要辞职。他说：“你辞职就中年失业呢，不见得能够找到别的工作。不管我先离开那个环境，我每次想到去上班，我就要疯掉。”他们就去找牧师，牧师笑一笑说：“辞职好，辞职好，这个公司你不要待，不好，这个公司不好，你不要待。”听得好高兴。牧师说：“但是叫做妈等啊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离开你要让老板发现你离开他恨得牙痒的，这样才有用嘛，对不对？”对哦，你要从今天开始，什么工作不能做的，你尽量拿起来做。你把你的业务弄得很好，老板骂你的时候，你就笑笑的跟他讲是，都不要回嘴。半年以后，牧师碰到他，亚当，你要辞了没有？我为什么要辞？你半年前不是来找我说你要辞职吗？他说老板说要把我升为副总经理，我怎么辞？为什么？老板发现到这个人非常认真，而且吃苦耐劳，连骂都没有回应。最后要跟各位做勉励：你若是职场耶稣呀，你会遇到霸凌，你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千万要记住，上帝跟你同在，你可以克服这些困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当职场的耶稣呀，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里面，用爱彼此互相激励。求主你做我们的依靠。当我们依靠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眼前所有的困难，主会帮我们解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同来起立，来唱圣诗551首，请起立，今晚来吟圣诗551首。好大灵彼得，安好耶稣救赎，天地也
关过分子，不准一秒休掉。主多quân兵對對弈，以高對地航河，條條連的地形，萬國龍歸基督。好大靈基督，好大的下地配。伊哩是主的高枕，伊哩公破对地，地就永远免惊伊，基督的兵卡呀，真就路要那坚固，心地花勇敢。好大靈基督，以信靠主能力，會拉進步，就靠家己無力的，有情可因的背靠，經濟基督無煞。拄着危險無能力，無險艱苦着我。接着我們來奉獻。我们奉献是奉献给主耶稣，出于甘心乐意，没有准备的，你们不要为难，也不会觉得说我没有奉献好像不对，没有，一切都是甘心乐意。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请坐啊，无，就来再请起你继续吟上吟第387首，因光归圣父上帝。因光归圣父上帝。因光神家神圣三位一体，在地地现在地地，将来也永远地地，无穷无尽阿门阿
们请蔡长老来为我们祝祷。请持续站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、上帝的恩典、圣灵的相通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出，你们入，神永远陪伴着你们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接着我们要进行报告。那下礼拜有负责轮值的同工，请看周报，然后记得准备。那我们消息报告，从本周日起，就我们礼拜前5分钟会有一个会前的祷告，所以在9点55分就请安静的入座。那本日礼拜的会后有小组的分享。那读我们新眼光的读经。那本日呢是我们青年的事工纪念，所以今天的讲道啊，像今天的赞美，都是由我们青年来进行侍奉。那今天聚会以后，在4楼有召开长执会，所以请长执来记得留步。那另外在6月9号，我们有举行圣礼典，所以如果有需要举行洗礼或者是坚信礼的，那请在5月26号以前通知严长老来进行报名。那新眼光的读经进度在上面，那也可以看我们的周报。那我们周报上面呢有金句，那大家我们今天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金句。那今天是青年主日，所以我们一起用华语，我们来念一次我们周报上面的金句。那我们一起来念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我们再念一次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1章第9节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，我们进行默祷。那我们大家请安静的来进行祷告。那我们刚刚忘记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有一位就是刚刚有提到新来的黄心怡，那我们大家等一下会后可以一同跟他聊天，然后感谢他今天的参与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最后圣歌队没有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互相请安。那我们的聚会到这边。